世衛健康2025年活動每個身心靈平衡之旅。我哋有2位專業顱底治療師喺美容展現場為大家帶來舒壓放鬆嘅肩頸背推拿按摩。好多朋友體驗到好多好顛覆原來身體可以咁輕鬆㗎。我哋都同社企攜手合作舉辦了溫馨嘅顱底治療分享體驗班，讓更多人了解呢個溫柔嘅手法，釋放深層嘅壓力，恢復翻身心流動嘅療愈藝術。喺9月23號，我哋都參加兒童心臟基金會所舉行嘅新年新慈善步行，為先天性心臟病兒童做一個支持。